名著名的维吾尔企业家和慈善家被中国当局被判无期徒刑。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维吾尔商人艾利阿卜杜拉是新疆玉城房地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于2016年被任意逮捕。根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任租金向该电台提供的信息，艾利阿卜杜拉被指控为非法砍采玉石，被判无期徒刑。根据信息，他的10多个亲戚也受到拘留。艾利阿卜杜拉是东突厥斯坦和田人，是一名热爱帮助的慈善家。在中国驻阿塞拜疆大使馆前，一群人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不人道行为。聚集在大使馆前的示威者说，他们的目的是谴责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种族灭绝。抗议者将康乃馨留在大使馆前，以纪念遭受酷刑和杀害的维吾尔人，并批评语言、宗教信仰和生存权限受到阻碍。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成员和大学生聚集在中国驻吉隆坡的大使馆前，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施加的压迫和同化政策。此外，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塞浦路斯社会科学大学组织了声援东突厥斯坦活动。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续超过6个月，圣诞节当天又发生了警民冲突。香港周二度过了不平常的平安夜，示威者发起在多区的商场抗议，再次演变成警民冲突。在圣诞装饰的背景下，出现催泪弹和汽油弹。有市民原本申请晚上在尖沙咀游行，但在日前宣布取消，仍然吸引大批市民在尖沙咀钟楼一带聚集游行。他们高举手机亮灯，高叫口号和唱示威歌曲。其后参与游行部分人走出马路，防暴警察到场与示威者对峙。警方在半岛酒店附近释放了当晚首枚催泪弹，示威者转到另一处以杂物堵路。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橡胶子弹、胡椒球弹，并出动水炮车驱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普京告诉他，如果他不是总理，以色列和俄罗斯将处于战争状态。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库德党内选举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告诉他，如果不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两国可能会陷入战争。内塔尼亚胡在前一天接受陆军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普京告诉我，这不是为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本可以陷入军事冲突之中，只是因为我们每隔几个月见面，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据总统府新闻局消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5日签署批准了哈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基地租赁协议修改议定书。消息称，总统签署了关于对1994年12月10日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政府间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基地租赁协议进行修改议定书法案。据此前报道，参议员12日通过了该法案。